哪里有个啊？我觉得会有用的。它那个浪大了，它也会踩点水。不是太热了，人家要想办法呀。你在没有那个自救的情况下，你不能够去，好不好？那个已经在打起游泳圈了。哪有游泳过？哪里？哪个没有用的？那个是骑救他呀。你说那个浪很大。我靠！要是没这个外国人，那个好像是中国人。中国人吗？嗯，都是。那个人拉到他们去了，拉到。那个他会游。会游也不行，你要浪一大，你游泳没得用，因为你游泳很厉害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就不一样。好，他这儿浪大。这个浪很好。那么那个会游不？他啷个会？哦哟丢！不可能了，